从新竹山间到海边，彭美荣开餐厅首先要有大庭院。种花草不光为赏景，和料理大有关系。奉上的东方美人茶，绿叶当杯盖，而后端上桌的每道佳肴都有花材相衬，美得像画，画中有自然，有当季的味道。现在是夏天，我们就符合这个夏季的感觉，从水果开始入菜啊。这天的水梨是卓兰比赛前3名，看似简单的客室前3菜，除了水果，还有海胆、黑豆高档食材。好食材正新鲜的时候到手，彭美荣开始变魔术。以春夏秋冬为概念设计的怀石料理，要让饕客每一口都有新发现。譬如说，他不吃羊肉，他不吃榴莲，他不吃纳豆，可是因为在这里，他看到哇这么美的这种表现，他不吃，他觉得对不起自己。传统的客家姜丝大肠经过改造成了荆棘大肠，这是四季套餐中的灵魂角色，万年不动最佳主角。它不只有天然的果香，连3岁的小孩，连80岁的老人家都可以吃。米苔目也走出庶民风格，装在甜筒里，搭配鲜虾，可以吃到一种奶香，酥酥脆脆的，然后又可以吃到米苔目的那种香气。道地传统的客家美食变得不同，多达14道佳肴，彭美荣运用超过100种食材，饭桌上有精致的文化，还有浓浓的客家味。我是说，我很欣慰，我今天当一个客家人啊，然后我可以就是把客家菜跳脱在那种很油、很咸、很粗糙的这种旧有的模式里面哈。哇，贵州也很澎湃，满桌好丰盛哦。是啊，尽量吃哈，清凉些。总会事先提醒客人，这顿饭要留多点时间给他。3小时里，彭美荣慢慢呈现台湾丰硕的滋味，也送上料理者的用心认真。上课喽！贵州的很澎湃，清凉色。贵州的很澎湃，清凉色。谢谢宗仪老师。